教外英生前三合八字同款的人，是安怎是你？是安怎要救外英，就一定要牺牲你的性命？我来行来这，阿爹讲了无毋对，我对天星也有感情。这个厝头那边安尼，天星去伊无去啊？天星，敢我是你亲手毁掉咱过去的记忆？敢我你心肝内？才是对我一点仔留恋的无？若是要救外英，就要牺牲秀莲；啊，若无救外英，阿娘就要失去唯一的查某囝。我是要安怎呢？灵暗主事是救外英上好的时辰。我到底是要安怎？是要安怎？你讲不要，我求你好外英。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你不要这做啥？我求你讲不要，外英我坚持生起来。阿娘，我求你，阿娘，我求你。阿娘，你安尼哭哭，会哭到昏去啦。可是外英也无法度支持，我嘛无想要我。你唔安尼啦，你身体无好，你唔安尼啦。我甲你阿爹在生的时阵有约定，以后一定要替外英找一个好的对象，互伊过得幸福快乐。但伊即马变成安尼，我以后是要怎面对你阿爹？天公伯啊，我求你。阿娘，阿娘，莫阁哭啊啦！阿娘，你起来啦！阿娘，这阵外因变到呢，我相信阿爹也袂怪你啦。你放心吧，外因一定会好起来。含你无做，遮尔高的医术伊都无法度啊！天下间还有什么人会当帮助伊？阿娘，你放心，我会想尽办法把外因救起。万一若做袂到，我来送饭。秀莲，自从外英出代志了后，逐工你拢来陪我，送饭互我，实在是真感谢你。你莫安尼啦，外因就甲我想的同款，我照顾你身家。是阮好到无这个福气，把我带到你这尔好的媳妇。阿娘，我入来看外因。对啦，这个香花茶啊，是我向妈祖娘娘求的，希望会当保庇外因较早清醒。秀莲，你是真有心。这是阮该做的，你莫安尼讲。也毋过，我希望你亲身甲挂起，好无？外英，我也知影你自细汉就真惊我，你放心，阿兄一定会赶紧把你从黑暗中救出来，一定要相信我。我跟你去。我是来替外英挂香花茶啊！这个香花茶啊，是我甲妈祖娘娘求的，希望会当保庇外英较早清醒。
多谢。王爷，虽然我逐天陪你去来吃饭，啊，不过我知影，恁阿娘希望陪伊吃饭的人是你，所以你一定要赶紧清醒，知无？我要替我阿爹卖香，我先来走。秀莲，我送你哦。哎，秀莲，你先坐。我无小心去弄着。去倒去啊！啊不，来，秀莲，我给你按。紧的啊！啊！秀莲，他是讲，今仔日是你生命最后一天，你有想要做啥？你哪安尼问我？哦，无啦，我是向想着外英这阵变家呢，我咧想讲，我甲外英最后见面的时阵，我竟然是咧骂伊，我实在对不起伊。我相信原因袂怪伊，伊知影你毋是调工的人。啊，对啦，秀莲，你还未回答我的问题呢。假使讲今仔日是我生命最后一天，我想要甲我阿爹，也佮阿红做伙去世界。秀莲，有遮尔侪代志通做，是安怎买世界呢？阮阿爹逐工做休，伊的手拢变甲真粗。我想要替伊买一个手套，希望这个手套会当代替我，好好保护伊的手。我阁要替阿红买一支真好的毛笔，希望伊会当好好读书，将来有好的前途，会当代替我，好好养活阮阿爹。等伊出了后，我会煮阮阿爹上爱食的鱼仔，甲阿红上爱食的鸡腿，阮一家伙仔欢欢喜喜食最后暗顿。最后，我要去妈祖庙拜拜，希望妈祖娘娘会当保庇阮阿爹，也佮阿红一世人平安快乐。秀莲，你敢若想到阿二婶，还佮恁兄弟，啊你呢？秀莲，我只要阮阿爹，也佮阿红，以后伫无我的日子，会当平安快乐，我就无任何遗憾。秀莲，多谢你，嘛对不起你。小姐，这真正足危险的呢！你莫安尼甲我拼啦！我就唔相信，我煮一个野菜嘛袂晓。小姐，通借问一下吼，啊，咱将军府的灶骹安怎用嘛？当用一个山顶海味出来？你何必靠家己踮遮用嘛？我看天生哦，最近的胃口就歹了，所以哦，伊可能是食袂惯是咱将军府的山珍海味啊。所以咧，所以我想要煮伊伫破厝煮好食野菜，互伊食。小姐，啊，你要煮嘛，当去灶骹煮，敢一定要用这个方式？哎呦，你唔捌啦，就是要用天生煮好我食的方式煮互伊食，安尼才有迄种感觉啊。啥物感觉？
爱情的感觉哦。不一定哦，迄当阵伊食了足欢喜的哦。小姐，何公主吼，毋是胃口无好，伊是无闲，无闲到吼，逐工闲暗拢厝里外口吼，含查某做伙。小姐，你有安怎无？林公主，林公主，林公主，请我问你，林公主无伫啊？受啥物代志啊？无啦，我想讲，遮尔暗啊，秀莲一直还袂转来呢。我拄则去何家找人，何夫人讲，伊真早就甲天生离开啊。无阿奇仔，咱分头来去找看卖啦。哦好，我来家仔找看卖啦。哦。天星，这是啥物所在？你先怎带我来遮？为着要救外英，所以我带你来遮。救外英？无毋对，若是会当找到甲外英的生辰三合八字同款的人，就会当救外英。这个人就是你。我是要怎救？若是会当找到这个人，就要剔出这个人1/7的分票外英，那咧外英就会当精神。只是要出我1/7的分票，就当救外英。天星，我当然愿意啊！你愿意？我当然愿意。想袂到我生辰三合八字，甲外英同款，快当救外英，我是会足欢喜。你秀莲，平暗主持是救外英上较好的时机，若错过这时机，外英就无救啊。既然安尼是咧等啥？咱赶紧来去啊！歪啦！千里啊，我啥拢无讲，你是咧歪啥啦？吼，你真正是操爷，你是真正听无晓啦！你是开了唔惊哟？娘娘讲过过来100摆，过来1000摆，咱就是袂当用法术，明智啦！千里，我知影你即马咧烦恼秀莲啦。我甲你讲啦，好啦，你即马敢若有2个选择啦。头一个选择，继续挂无事牌，互你的好兄弟我顺风的继续咧烦恼。第二个选择，你甲你迄拖汤的目睭泡开，解决大家所有问题，要安怎做？你家己决定。哇，你真正是歪啦！我甲你讲哦，到时阵秀莲若是出啥物代志哦，我是无这个面去甲阿奇仔讲，你家己去讲。会当甲你做兄弟，真正是我的英雄。顶谁欠你的啦？真正是。紧来紧啊！有看到无啦？看无，才怪。看了啥紧讲啦？秀莲如何个，坐伫外英边啊？安尼我就放心啦啦，原来是去看外英哦。啊，毋过天生，敢是要对秀莲作法咯？紧来紧啦！感谢妈祖娘娘保庇，即马有办法当救外英。这个香花地啊，真正是福地。妈祖娘娘，你真正是外英的福地。秀莲，这才是外英的福地。这步用我1/7的分票救外英，是毋是当成功？我要靠妈祖娘娘斗相共的。毋是1/7的分票，是用你的命换外英的命。天星，你是甲我本身找的无？我遮尔相信你，你袂骗我对无？
拄则讲的，拢是真实的。你骗我，你敢才是人生？以生我的性命来换我言。原来你讲你要送我回去的时阵，你都想要杀我。原来你爱我的时阵，你都想要杀我。原来你问我4秒钟最后一天想要做啥物的时阵，你都想要杀我。我了准讲你送我回去，是因为你搁关心我。我了准讲你爱我，是因为你唔甘我。我了准讲你问我4秒钟最后一天想要做啥物，是因为你想要听我讲话。想袂到你竟然想听我最后的遗言，原来这一切拢是在骗我。何天心，伫你心看来我到底算啥？我到底算啥？你讲啊！我敢若问你一件代志，你问，你有爱我吗？迄天伫山洞内底，你甲乌人调调，敢是真心的？迄天你去下英杰动心，敢是真心的？你回答我。红颜像孤芳，寂无听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花。迄天，你去下英杰动心，敢是真心的？是真心的。我你这句话都有够。只要你嘛真心爱过我，我愿意牺牲我的性命，我愿意。啊，不过你要答应我，你要代替我，互我照顾我阿爹甲阿虎，甲我阿爹当做家己亲生阿爹同款友好，甲阿虎当做家己亲小弟同款疼惜，做会到。你问我4秒钟最后一天，想的拢是阮阿爹甲阿虎。但是我家己咧，我希望你会当安尼爱我，一直行落去。
但是必须爱死。至少我会当感受到你的温暖。当初路上，可袂感觉寒。若是真是爱死，至少我会当保证，甲你美好的记忆，当初路上，我会感觉孤单。秀莲，这应该是你最后一趟给我。球，秀莲。是你，任何人都袂当叫我自首，我绝对袂用秀莲的命，王秀梅的命。啊！杀人去救另外一个人，世间哪有这种歪理？这是我家己愿意，你拢莫阻止我。胡天生，你到底是对秀莲用什么符啊？伊甘愿为外因安尼去死？你拄则拢有听到啊？是秀莲家己甘愿的。天青，我应的命运，上天自有安排，你免逆天行事。阮阿娘绝对袂当无原因。那安尼我问你，阿二世敢问无秀莲？原定是恁阿娘唯一的查某囝，啊若秀莲呢？伊敢毋是阿二世唯一的查某囝？为什么你无法度将心比心？莫个讲啊！莫个讲啊！怎么了？太清把这病拆下来啊！你莫个讲啊！天青，你还是秀莲，连恁阿娘嘛会无命。什么意思？我应该死，就是为着要救恁阿娘。恁阿娘用手机行亲，是我用伊最后10年的血寿去救恁阿娘。可是，你若是害死秀莲，违背婚事，你有没有约定？敢有法度，予你安尼胡作非为？不过，秀莲若是死，伊会害死恁胡家后代。秀莲腹肚内已经有你何天生的亲骨肉。小姐，何公主还袂回来哦？我准备这么济野菜，伊竟然敢袂回来？好佳哉伊无回来。你讲啥？无啦，小姐，我是讲你遮用心煮这野菜啊，啊何公主吼竟然无回来，伊真正足超过哦。伊敢若是去找别个查某啊？
这哪有可能？这话是你先讲的呢。对啦，伊遮尔友好吼，一定是去看因阿娘啦。小姐，你免烦恼啦。伊若是去看伊阿娘，安尼就无要紧。卡输，若是去找别个查某，我绝对袂原谅伊的啊！安尼你要安怎？我要去因兜看卖。喂！秀莲，你的脚搁会痛？已经好真济。真心，你若游泳好？我抱你，嘛是抱我囡仔。你紧甲我放落来，互别人看到会歹势。你这歹势啥？这无别人啊。可是讲，我甲你爱的时阵，你也无讲歹势。爱甲抱无共款。倒位无共款？你爱我的时阵，我看袂到你的面；啊，毋过你抱我的时阵，我看到你的面。你我的面会安怎？会。黄一线，黄天线，你哪会当安尼对待我啊？我爱去利用将军府，所以我绝对袂当用回避破坏我的代志。望眼像孤芳寂无听，孤单窗，伊我点。慧敏，小姐，莫走伊。慧敏，你开啥门诶？慧敏，你听我解说好无？我袂听，我袂听。慧敏，我毋管你要听无，我甲你讲一遍。今仔日我等去看阿娘，我等着秀莲送饭互阮阿娘食。然后阮阿娘坚持叫我送秀莲回去，结果踮伫咧路边，秀莲脚去闹着，我不得已只好甲秀莲抱起来。敢讲伊的脚去闹着，你甲我一路甲伊抱回去哦。敢讲我要甲伊等伫咧风狗咬我死？啊，毋过你两个相依爱啊，你是毋是无法度甲伊放袂记？慧敏，迄天我跪伫咧将军府门口，我一直拜托恁阿爹成全人。敢讲我安尼做，也无度证明我对你是真心的事。小姐，你有一点仔架势啦，啊无后边拢有食死死。我来，何公主，我跟你讲，即马吼，甲我跪落去，甲阮小姐会死咧，讲以后哦，你袂吸别个查某，主若搁安尼吼，你要甲针好剁掉。慧敏，你若是搁唔开门，无要听我解说。那日我会走啊！哎，别，小姐，你莫叫啦，天星，天星，天星，你莫走啦！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袂骗我的。秀莲，你总算是回来了，你到底是走去倒？哪会这暗才回来啦？我去暗暝送饭，脚无小心去拐着，
一时我都行路，我是等脚较好才转来。阿爹，是咧，互你烦恼。无要紧，无要紧，平安回来就好。来，紧坐。以后吼，要较细意吼。我知影。哎，是咧，你拍开看卖。阿爹，这玉环毋是断掉啊，哪会伫遮？阿爹替你赎回来。你哪有钱？最近咱的香卖了袂歹，阿爹有欠一寡钱伫咧。阿爹，你这样疼惜我竟然为了爱情我爱阿爹，我真正是不好。秀莲，恁着紧挂看卖，看过会下手袂？吼，紧啦。安怎？真下手，阿爹，多谢你。安尼就好啦。秀莲啊，你介意的玉环，阿爹有法度替你赎回来。啊，若是天生，都毋是阿爹叫伊回心转意，伊就有法度转来你的身躯边的。阿爹，我知影，我袂阁对天生有愿望啦。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吼。我真暗啊，已经休困。若是阿爹知影我有替身的囡仔，唔知会安怎？慧敏，这是安怎？你敢会记你伫破厝煮野菜互我食？所以，我嘛想要煮野菜互你食。何公主，你真正做好命的。对细汉到大汉吼，阮小姐拢毋捌煮过菜，连将军拢毋捌食过呢。你是第一个。慧敏，啊野菜无好找，你辛苦了呢。辛苦的是我，拢我迄办的，小姐跟他煮尔。蜜胖，慧敏，你手是安怎？阮小姐吼，为了要煮野菜互你食，无小心你烫着啊啦。手过疼吗？袂疼。何公主，你以后怎啊搁安尼吼？我蜜芳吼袂放你煞。蜜胖，我甲天线的代志你莫管，你出去。哦。天线，紧吃。你敢会记哩？你捌甲我讲过，这野菜的滋味是先苦后来甘。我想哦，就敢若是咱爱情同款，一定会苦尽甘来的。我嘛来食看卖。好啊。哪有这么苦？慧敏，只要是你煮的，我感觉拢是甜的。阿兄一定会想尽办法把你救回来，互你会当赶紧正视。阿爹，小兄，来你遐。哎呦，秀莲哥，你拜托咧，这初当的工课哦，阮查甫人来得啊，你休困休。是啊，你家己较细致的啦。阿爹，我甲你倒茶。慢，倒茶哦，这我来得啊，来，阿二婶，请啉者，你过来走，休困，这里，真济啦，真济啦，训练。哎呦，你家己较细致的，哦，这啦，哦，毛受忝哦。
你两个今仔怪怪呢？你秀莲替咱添一下茶，也无做啥物粗重的工课。嘿，那好紧哈。好啦，无用食点心，我去吃刀啊。吃刀！哎呦，拜托，我甲你拜托吼，你即摆莫做粗重的工课，你坐咧迄个佚佗啊，哎，倒地这好阮查甫人来倒啊，莫袂当吼。是啦，秀莲，你爱做细致的，袂当清清彩彩的咧。对，细致。嗨，千方万里，你两个嘛较拜托的。秀莲唔是囡仔，嘛唔是有心，更加唔是什么千金大小姐。伊替咱添一下茶，佚一下刀啊，这嘛是伊本分啊。哎啊，恁俩紧留啥？啊你。阿二师啊，真正唔是我要念你呢，唔捌看过有人吼，做人的阿爹吼，连家己的查某囝有心都唔知啦。有心？秀莲，你有心啊？秀莲，阿爹是安怎教你啊？自你细汉，阿爹就教你。做人就爱守本分，爱捌礼数，爱知影念体。尤其你是一个查某囡仔，更加了解男女授受不亲，袂黑白乱来。结果，你今仔竟然做出这种袂记情的代志，一个还袂出嫁的姑娘啊，就已经有心啊！阿爹甲你讲的话，你完全拢无记伫心肝内。哎，刚才面子拢你吃了，你知无？这些拢是我唔对，不管你要拍我、骂我，或者是处罚我拢无怨言。秀莲，就是讲，阿爹咧对你生气，要处罚你是？阿爹是替你唔甘，你敢知影？是阿爹，目睭闭无紧，看唔到人，就是讲天生是一个大家托付终身的对象。不止赞成恁两个交往，佮叫你答应甲伊成亲。若唔是安尼，你嘛袂对伊用情遮尔深，嘛袂造成你今仔日遮尔悲哀的下场。拢是我，拢是阿爹害你啊！拢是阿爹害你啊！阿爹，你莫安尼，那这甲你无关系，这是我家己的命，天生无介意我若是嫁予伊，将来就比即摆搁较痛苦。你应该欢喜我甲天生并无成亲，安尼查某囝都袂痛苦一世人啊！小莲，安那呢？这个囡仔。你是要安怎处理？这个囡仔是无辜的，我决定要甲生落来，好我甲伊请养大。你讲啥？你要甲囡仔生落来？秀莲，你敢知影你安尼做，爱忍受偌济人的闲话啊？我知影，我已经做好上歹的打算，不管外口的人安怎讲我拢唔惊。秀莲，你的心情，阿爹完全拢会用了解。也毋过你安尼是何苦啦？既然天生拢已经表明了，从今以后恁两个人男婚女嫁，互相无相插。但是你甲这个囡仔留落来，敢是互你家己加痛苦的心啦？阿爹。这是我的选择，我必须要勇敢去面对。不管大人做着什么，我腹肚内底囡仔是无辜的，伊是一条生命，我袂当这样自私。唉，话是安尼讲无唔对，也毋过，这个囡仔若一出世，就注定讲无一个阿爹来疼惜伊，而且真有可能伊一世人爱受人耻笑，互人看袂起，你知影无？啊，不过我有你甲阿凤啊，有阿公甲阿姑的疼惜，我相信这个囡仔大汉了后，会变做一个明事理、忠孝两全的人。阿爹，
只要咱对得起天地，对得起家己，外口的人安怎讲，迄是因的代志。我只要有恁伫我身躯边支持我，我对啥物拢唔惊。秀莲，阿爹当然嘛是永远支持你，阿红嘛是同款。我会帮你一个人去面对所有的代志。唉，不过你要知影，这个囡仔的阿爹是一个贪慕荣华富贵，这么无情无义甲你放散，去选择将辜府的千金大小姐。将来囡仔大汉，若问起阿爹的代志，你是要安怎回答伊呢？啊？我会甲伊讲，伊阿爹会跟离开这个世界。虽然无阿爹伫伊身躯边，啊，不过我这个做阿娘会代替阿爹照顾伊，无互我感觉无阿爹是一件遗憾的代志。秀莲，想袂到你比阿爹所想的搁较坚强。也不过你爱知影，要请养一个囡仔大汉，毋是遐尼简单的代志，尤其阁是一个私生子。自你有心到死囡仔，然后看伊大汉，这其中爱忍受偌济辛酸苦涩，这毋是一般人所会用忍受的。你敢真正要甲这个囡仔生落来？你敢真正拢袂后悔？我绝对袂后悔。安怎？公主，根据我的调查，附近的百姓对林怀迪以警救人的行为，感觉真配合佮感激。这哪有可能的？因为伊会当解决百姓所有的问题，所以即马马祖庙香火愈来愈旺，而且百姓对伊嘛愈来愈尊敬。想要甲伊摸倒，恐惊毋是遐尼简单。公主，那安尼咱即马是要安怎做较好？公主，公主，即马中午小姐今日邀问看你要食一寡点心无？唔免啦。哦。丹姐，雪姬夫人最近有较忝，这杯养生茶放给你。哦。何公主借问咧吼，啊你和夫人拢一向无对当啊，安来要送茶互啉？叫你送就送，恁问啊济是要创啥？是。咱拢找无将军，到底何天生甲因归个倒？这个何天生真正有够干巧，性地够歹。若毋是将军伫伊的手中，我哪就伫咧遮看伊的面色，互伊糟蹋。夫人，啥物代志？夫人，我给你送养生茶来啊。夫人，啊，无啥物代志，我先出来吼。夫人，夫人，啊，你是安怎？明啊，你伫茶内底藏啥？无啊，我无啊，我讲无，无，我巴肚哪会遮尔疼？你讲。雪姬，茶内面我已经下毒了。下毒？何天生，你是安怎要安尼对付我？你到底互我啉啥？
7段魂。7段魂，无毋对，7段魂即个岛，7个时辰内，你的5宗玉斧就会爆裂而亡。加油好啊！闪开！所以，我敢若有毒药，并无解药，所以你偷偷等死。明白？这件代志你若甲回面讲，下一个就是你，知无？别，我袂讲，我保证。我即摆要安怎？我紧来选。唔好讲，唔好讲，唔好讲，爱讲哦。阵啊，我入去甲小姐讲，何天生要害死雪姬夫人，啊，万一互伊知影了后，我咪会互伊安尼。不过，阵啊，莫甲小姐讲，安尼小姐也毋知何天生哦，心肝这么凶，是要安怎啦？雪姬啊雪姬，你竟然为着要活命，走来妈祖庙找林公主，哼！你这个众人眼中的大歹人，我就唔相信林公主会出手相救。7段魂。公主啊，这种歹人啊，免甲救啦，请你啊，甲放出去啦。住手！别以为善，咱要人见死不救。好啦，公主啊，你啊看，规面都无血色啊，我看伊无救啊啦。雪姬确实伤了真严重，也毋过拄则，我已经封住伊的救命，才袂互伊毒性窜。去，这个药方摕去山药来互伊食。阿二嫂，啊你，请问嘛你，这暗暝你哪袂困？还袂困啊？你嘛还袂困？无啦，啊，着有岁人啊吼，暗时较歹困啦。想讲既然困袂去，无出去行行咧，等下看会较好困袂啦。好，我先来去啊。请。阿师，你会当出来？我早就知影你跟踪我，到底有啥物代志？何天生，你甲秀莲的代志我已经知影。我今日是要来问你，你拍算要怎处理秀莲巴肚内的囡仔？真好笑，秀莲巴肚内囡仔，甲我有啥物关系？迄个囡仔是你甲秀莲的骨肉，谁都甲你无关系。是我的。
阿二师，有啥物人当证明秀莲巴肚内囡仔是我的？无的确是秀莲踮伫外口，甲其他的查甫人。不准你侮辱秀莲！你代替我照顾我阿爹甲阿婆，甲我阿爹当作家己亲生阿爹同款友好，甲阿婆当作家己亲小弟同款疼惜。阿二师，看伫过去的情分，今仔日我袂甲你计较。你无我一个交代，我绝对袂放你走。小公主，交个红吻。想要到这个人遐尼厉害，咱请他出手，伊阁有法度遮遐尼济招。伊毋是厉害，是身躯顶有一个味，人才无法度接近伊。你到即马才闻出来，伊身躯顶有一种香的味。香的味，无怪我的美术对无了。当我撩袂着，咱内面是边仔迄个。不管是啥物 boss， 只要会当抓定你，就是好 boss。何天青，这是高宏达，是啊，高宏达，无毋对，阿二师，你若是无听我的话，听我的指示，你的下场就甲伊同款。中着7段魂的毒，已经消失去啊！想袂到林公主竟然会替我解毒。唉，真正想袂到，迄当初那气压压摇你雪机，即马轮落到人甲斗相共，真正是摇摆无落飘久。那安尼啊，真正是袂见效。这个妖女煞机一敢讲想要害死咱公主，即马敢叫咱公主甲救？哎哟，那换做是我，我去弄头死哦！正讲的。林同事，后摆袂来救你。唉，救虫鸟鸟蛇，救人无功劳。万里清风，雪去，武上法，世人，以免治洪科，小东前轻修行，了达你好足道。我希望你会当改过向善，好好回头修行。我要安怎做？那是我的代志，唔免你操烦。了，这爸母拢无咧教，细刀写袂晓，无彩咧甲救我，规摆救我死死。就是讲啊，公主根本无需要开精神、开体力去救这种人啦。是恩不忘报，救人本来就是咱的天职。不管你是好势就是歹，咱拢爱以大爱的心去包容。林公主，林公主，恁敢有看到我阿爹？二师是安怎？我阿爹无去啊，昨暗暝讲伊有代志要出去一个，都无我转来啊。昨暗遐尔花园，佮拄着阿二师啊？对啊，伊就讲伊啥物困袂去啊。这是安怎？秀莲，你先放心。万里清风，赶紧来去找人。大公主，
姨婿，你打算要安怎处置？迄天我甲秀基对付伊，想袂到阮竟然无法度接近伊，伊身躯顶有惊险的病。阿姨婿是一个做乡的师傅，而且伊对关公非常的虔诚，所以身上有正气存在，这是正常的。你甲秀基要对付伊，确实是无简单。啊，毋过阿姨婿即马伫咧咱的手内。吴天星，你竟然下毒，想要甲我害死！你真正有够无人性！雪姬，你竟然会活咧，到底是谁救伊？哼，是林公主。安怎？想袂到吼？人家无亲像你这样恶毒。想袂到林怀德会救你。雪姬，拄则你讲我恶毒，你哪会无要想看卖啊？当初是叫你害死的，你是安怎对我？唔管安怎讲，咱真紧就是一家伙啊！你无应该安尼陷害我。自你离开将军府，我拢听你的话，照你的意思去做。你莫食人伤高，莫甲我变。啊那无，大家死到底！雪姬，你甲我听清楚，我即阵要甲你除掉足简单的代志。我早就知影，你随时要伫我的身。我阁有啥物好惊的？嗨！往岸想孤芳寂无听，孤单窗伊我点。我即阵要甲你除掉足简单的代志。我早就知影，你随时要伫我的身。我阁有啥物好惊的？嗨！马上娘娘，阮阿爹是暗无倒来，即马下落不明，我实真烦恼伊会出代志。马上娘娘，请你定保庇阮阿爹平安无代志。娘娘，阿姨婿规个暗拢找无人呢。是啊，唔知走倒去。阿姨婿，无可能无缘无故伫咧人世间消失，除非伊是去用魔力控制，才互咱找。以我推测，这件代志绝对甲天生有关系。阿娘，我倒来，阿娘。林公主，是啊，你会想要倒转来看恁阿娘，就代表你还阁有性命。我考考你，回头是岸。林公主，你踮伫阮兜等我，其实要甲我讲正事。我希望你的善心会当战胜恶念，唔通互魔性侵入你的良知。唔拿你家己艰苦，连对伫你身躯边的人，嘛会受尽折磨。林公主，你莫甲我讲这废话啊！你今日来找我，到底有啥目的？我已经知影掠走阿姨婿的人就是你。你哪当肯定是我掠走阿姨婿？你无需要知影原因，假使你心肝内若还阁伫咧爱秀莲，我希望你放走阿姨婿，莫阁互秀莲受到伤害啊！好，既然你想要救阿姨婿，明仔载踮咧城外前破厝，我会踮咧遐等你。娘娘，你真正要去迄个会议哦？迄是一个陷阱呢。是啦，娘娘即摆天生的魔性到什么程度，咱嘛唔知，你一定要较细致。
虽然咱拢唔知影天生要我去废墟到底什么目的，也不过为着救阿二师，就总讲是陷阱，我嘛一定爱去。林公主，跟我阿爹消息。秀莲公，你即马有心伫咧，千万唔通想过头操劳。若是阿二师做你放心，阮绝对会想办法甲伊救出来。秀莲，你好好休困，阿二师阮会找着。阿二师，阿二师，啊，林公主，阿二师，天生，你竟甲阿二师你家呢？你放心，阿二师袂死，我甲留落来还佫有路用的。天生，我已经叫约束来啊，你即摆通放阿二师走。因事官办，等咱甲条件讲好，我自然会走。什么条件？你讲。我的条件真简单，你永远离开百洲城，而且袂当去找我的麻烦，我就互你甲人带走。哼，你免伫遐做面梦啦，阮娘娘无可能会答应你的。天生，受刑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，我一再互你机会，想到你拢毋知通悔改，搁要来陷害中了。你想你安尼做，你敢对得起恁阿娘？敢对得起秀莲？对啊，何天生，你万叫是你利用我转世，但咱无话不听。千里啊，免讲遐济啦，我都唔相信咱拍袂赢伊。动手！主手！秀莲，你来啦？我看你面是怪怪，所以我就偷偷地来啊。阿爹！秀莲，别吵我，你紧走，别吵我。何天生，你到底敢有良心？你现在变个安尼？以前迄个善良的天生是走去倒？现在你会变个心怀手乱、不仁不义？你真正连亲手都不如！唔对，我连亲手都不如。我想要靠你家是变得这么可怕。好，你甲我讲，你到底爱安怎做，才去放过我阿爹？天生，你到底想要安怎？你讲啊！我拄则已经有讲过，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，离开百洲城，而且永永远远袂当找我的麻烦，我就你甲阿二师带走，安怎？妈祖。像孤芳寂无行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怀听。你到底想要安怎？你讲啊！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，离开百洲城，而且永永远远袂当找我的麻烦，我就你甲阿二师带走，安怎？妈祖。我无可能答应。你个代志还未有一个完满的结果的时阵，我绝对无可能离开百洲城。好，既然你无法度答应我的条件，除非你会当接受我三奖，安怎？若是会当救阿二师，我绝对袂还手。
无，这是你家己做的。娘！天星，你是不是会当遵守你的诺言？好，阿未使你带走。公主，公主，阿爹，阿爹，你有要紧无？我有要紧。马祖娘娘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马祖娘娘。阿爹，想不到天生神经天佑，竟然安尼伤害你。若不是马祖娘娘救你，你恐惊会倒。实在唔叫不好，实唔叫无应该爱着天生，更加无应该有伊的囡仔。阿爹，怎么样对不起你？秀莲，这毋是你唔对，若要怪，该怪命运的安排。假使天生若毋是孽王转世，你甲天生即马已经幸福的做伙，而且嘛准备要迎接囡仔出世，准备要做人的爸母，而且阿爹嘛准备要做阿公啊。阿姨生，阿姨生，你有较好无？好不哩，我好真多啊，多谢你关心。我听青红讲哦，你为迄山坎搬落去，咱人有会啊，行路爱较细腻。我知，以后我会细意，多谢你。阿爹，我去洗面巾。阮阿爹麻烦你照顾。不要紧啦，你去无闲。娘娘，你是不是发现有啥物所在无共款啊？杨浩青平常时是有当向西行，不过我昨有发现，杨浩青是逆行的，而且有渐渐向心属青挖近的趋势。娘娘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杨浩青有修心之相，意思就是讲待人易静，志气极强。皇帝有亡国之相，这是不祥的预兆。皇帝若死，有啥物危机？皇帝若是过恶，魔界的魔灵就会拢走出来，来扰乱人间。我在想，前后灵王就咧等待这个时机。皇帝过恶，一定会天下大乱。到时阵，伊就掌握将军府的兵权，控制人界。但控制着人界甲魔界了后，伊才用这两种力量去对抗天地。娘娘，所以咱伫这两日只要我斗阵进前，甲灵王修复起来。也毋过，要修复灵王，要找到两个关键的人物。娘娘，是对两个关键的人物。这两个必须要有特质，一个是武将，一个是重生。天生伤心白空伤害阮阿爹，
我对伊已经无感情，敢讲我就是无情的关键人。娘娘，无情甲重生这两个到底有什么特质？若是无情的特质，伊爱甲无畏无惧，看龙王的眼神；若是重生的特质，伊爱以纯洁的心去净化龙王的心灵。重生的关键人到底是啥？娘娘啊，这两粒星到底什么时阵会挖到顶啊？就伫咧阴暗。哎呦，看到还佫有日头呢，无到一钟休时间，变到暗暝暝。哎呦，对啊，哇，这两粒星愈来愈近啊呢，但这嘛是要安怎啦？陈龙你，赶紧对我来去找龙王。是。好啦，娘娘，啊，我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就伫阴暗，阴暗我情和龙王就要一统心魔两界，到时阵就当完成我累世的愿望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到时阵我一统人魔两界，我绝对要占个天顶。安尼，我就当统领心、灵、魔界。恭喜龙王！啊，那恁两个单排魔灵一出，随时甲拄掉。是。在这边，妈祖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你唔通宽伊的欲望，去袂许你的心。善恶就在你一念之间，你要有坚强的意志去克服魔性，甲我倒转去天庭，向玉帝请罪。我相信玉帝一定会对你将轻还。一点的，妈祖，到时阵我就是万不之哦。我敢不需要对你倒转去天庭，受爱倒之苦。权力只是一时，受刑才是永远。你还阁有机会通我重新受刑，恢复你前后龙王的身份，继续造福百姓。神算啥？前和龙王算啥？到时阵我就是万不之王，我绝对叫玉皇上帝去做一尾小小的龙王。啊，若玉皇上帝这位置，我来坐。啊，若你是我头一个要杀的。是安那顺风的大，就对娘娘去组织龙王，我当一个千里将军都要留落来，照顾秀莲姑娘。秀莲姑娘都好势好势，哪需要人照顾？哎呦，我突然变到这么大！秀莲，办理啊！秀莲来变安尼啊！秀莲姑娘捌倒来，是龙王的后代，所以甲伊讲，有时的查人是无共款的。龙王的后代，这到底是安怎？你唔着讲我听啊！因为天生是前后龙王转世。前后龙王转世，我要哪有可能身手较业主啊？我把对不起。哎呦！紧去传烧水，面棍，还有加刀，紧！我对不起。你好了，是要接生呀？好，出来哦。你两个，敢怪你重新想？
我下娘留命。可恶！竟然把因两个收掉！往岸唱孤芳，寂无听孤单窗，伊我点无风。可恶！竟然把因两个收掉！真好嘞！你赶快这个不过。我就是正面不过。我就听，秀莲，快你来哦，快你来！哎呀，不是我无咧生，我是咧烦恼啥，我是咧紧张啥。哎呀，嘛是爱平安，拜托拜托拜托。快出来！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快出来！快出来！快出来！我被洗了！快出来！快出来！我被洗了！被洗惨了！洗惨了！洗惨了！谁呀？谁呀？谁呀？妈祖，你唔通去执迷我，你输啊！输的不是我，是你。阿爹，囡仔生落来时阵，我就马上了解，囡仔都是重生的关键。我甲囡仔拢是拄着两难的关键，为着天下重生，我决定带囡仔甲龙王断几日子。秀莲，阿爹知影你亲缘大义，阿爹较早嘛为着要解救天下苍生，无要甲舍利子交给高洪丹，煞得来牺牲咱一家伙仔幸福。即马你为着天生的代志，煞得来牺牲你母仔囝的性命。阿爹替你感觉真骄傲。秀莲，
你来创啥？阿爹，昨夜感谢你的永远智慧，秀莲伫遮替你拜拜，希望我后世人可以继续做你的查某囝。起来，来，莫安尼。我来走。秀莲，秀莲，我生着天生一个囡仔，唔但对不起好家的祖先，也对不起天下苍生，所以无论如何，你伫遐相对。你是我好家的好心，你来走之前，你敢会叫我一声安尼？安尼啊，哇！人粒生已经换斗阵啊，唔知顺龙到娘娘，因的情形到底是安怎？是要安怎？万里兄，少年哥，我知影咱做对着了，你敢唔通带我去找人生？对哦，原来公主甲留来，就是这个用意。行，来去找你哦。你上好莫甲我做，啊若无绝对招你进退三尺，是叫你粉身碎骨。真可怜，自从我放落第一旨意以来，你心肝内应该真清楚，要收复你对我来讲并无困难。不过，我不忍心，只要我知影你还阁心存善良，就算讲只有100000分之1的机会，我同款的苦劝你，我会度化你，互你重新向善。马总，我郑和联盟这阵的功力在你之上，应该是我甲你收掉，不是你甲我收掉。郑和联盟。我手抱的是你的囡仔。你讲，你绝对不是我的囡仔。不管你是不是先人，你同款是你龙王的显灵。今仔日，我带这个囡仔来甲你同归于尽。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听妈祖娘娘讲，会当除掉龙王无神有2个关键：无情甲良心。你丧尽天良，伤害阮阿爹，把我对你最后的感情拢毁掉。我对你已经无情，我甲这个囡仔生落来，都是你龙王迄枚忠心。凭你也要甲我离掉？你若是不相信，现在要退后，敢讲你惊死？我是无想要甲你有任何瓜葛，我警告你，莫阁逼我。你若是阁逼我，我就杀你，我杀这个囡仔。其实，你爱我嫁予你的时阵，
我认为我是全天下上幸福的人。我希望会当甲你生一个囡仔。我要亲手替伊做衫，伊的阿爹会当亲手替伊穿起来。以后行路的时阵，因阿爹会当保护伊，莫互伊跋倒。以后讲话的时阵，因阿爹会当清气，听到囡仔叫伊一声听。你莫阁讲啊！伊捌代志的时阵，因阿爹会当教伊做人的道理。伊有对象的时阵，因阿爹会当甲伊做伙分享快乐。伊要成亲的时阵，因阿爹会当甲伊讲，爱好好疼惜别人的查某囡仔，做一个好翁婿。虽然这个心愿无法度达成，啊，毋过咱一家伙仔会当做伙死，咱会当来去地府完成这个梦。好啊，莫阁讲啊，莫阁讲啊！你唔免惊，我就是你，就是你，你哦，害我去用误话讲这个妖怪。我就咧等一天，今仔日我亲目睭看，这就证明我约了无误着。我有百劫第一红心，就算讲你真正是真好人，你嘛上我袂记。我爱你放煞亲情，切断情缘，你竟然做袂到，我已经尽力啊！点的，你要抬秀莲救月英，你竟然叫妈祖主动去，该完成的代志拢无完成。秀莲捌倒来有我的囡仔，我哪会当杀死秀莲，害死我家己的囡仔？免哪会当对我讲无可能？吴天生，你叫妈祖煽动去，要抬秀莲救月英，你做袂到，你实在足无路用。我无去妈祖煽动去，吴天生，妈祖是我累世敌人，前世一直对我恶，结果我自别转做是你，今生今世妈祖搁来引用你，一直来破坏我的计划。我跟你讲，妈祖是我最大的敌人，嘛是你最大的敌人。吴天生，你甲我挑清楚。妈祖是咱最大的敌人。天生，你看，伊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你看来，你看。这么古锥，袂用的。你若甲破，无可能会死，你绝对袂当冒这个风险。也毋过，伊是我的亲生骨肉啊，我则想要破去。你若甲破起来，就会死。
就会死。多谢妈祖娘娘。多谢妈祖娘娘。站起来。天生，恭喜你，恭喜你拄着了魔法魔性，恢复天生善心的重生。这一切，拢是你亲生的骨肉，以纯净的心去感动着你。才会当，互你净化心灵，找到当个当初的良心。妈祖娘娘，我俩算讲是一家伙仔当几期前，想袂到是一家伙仔终身。妈祖娘娘，多谢你，多谢你的慈悲。是的，是因为你无畏无惧，敢为天下重生牺牲的精神，才会当救得天生。天生，你是不是愿意甲我倒转去天庭，重新修行？我无想要倒转去天庭，我想要留踮咧凡间，啊修炼，啊佮我的囡仔同齐过生活。只要你有心向善，伫个人间嘛算讲是修行。不过，你一定爱会记。爱心存善良，爱好好对待你的母囝、秀莲，还有恁后家的骨肉。妈祖娘娘，请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秀莲，还有我的囡仔，互因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娘娘，前后灵王，我带咱去天庭请罪，叫你敢会无欢喜？是啊，到时阵伊若是受气，下旨降罪落来，是安怎？所以，恁一直认为讲，咱下凡的任务，就是要掠前后灵王倒转去天庭治罪。啊无咧？假使讲，若是干那要掠前后灵王倒去治罪，我早就应该受啊。为什么？我会一再互伊机会。哦，原来度化灵王，这是娘娘的目的。善与恶是互相消长的两股力量，加一分善，就减一分恶。假使讲，若要带一个恶人倒转去天庭，不如就留一个好人，踮伫个人间。哪来讲？咱的任务完成啊！安尼咱会当转来享受啊！千里眼，顺风耳，人间还佫有疾苦，咱这世救人的使命一定还佫继续。对，爱闻声救苦。娘娘，你要去对，我就缀你去对。千里的嘛是。
苦红，三不五时珠泪甘。青春短无通，歌声咧酒里红，看阮舞步遥望岁月流转。红颜像孤芳，寂寞行孤单窗。伊我点无雨花的风光，红颜像花丛边浸畔露水重，花香自然要采大汤盐。拄着你挑剔的缘投送。若通你身边已经有别人，一粒心活动，看梦想甲梦，双双对对，永远心肝遐凄凉。夜夜梦离离思念。目眶红，三不五时珠泪甘。青春短无通，歌声咧酒里红。看阮舞步遥望岁月流转。红颜像孤芳，寂寞行孤单窗。我点无雨花的屏风光，红颜像花丛边浸畔露水重，花香自然要采大汤盐。红颜像孤芳，寂寞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雨花的屏风光，红颜像花丛